你估说能录卡嘿，因为俺能录卡，俺冇影响俺的这个包水饺呢，冇啊，俺能录卡冇，所以你们家其实包水饺嘿，家庭发通，你们家庭活动很对，第一个就是把它当做是一个食物备存嘛，他说你懒得去买便当，懒得煮饭的时候，啊，水饺就是一个很好作为午餐或晚餐、宵夜都可以。先让我吃一口。好，含一雄哦。嘿啊，好吃。妈妈的味道，苗栗的味道。所以你很常吃吗？卢卡给你们常备食物。对，常备食物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外面带团呐，松口赚来懂 Q M， 然后就直接一盒追糕直接放下去，直接煮开来就走的了，就很方便。因为什么？其实我们家包很多东西，我们除了包水饺之外，馄饨、偏心，俺妹会包。全家馄饨我最会包，我包的最漂亮。如果还有在第二次来，我再带馄饨。包馄饨跟包水饺还差别嘛？馅料不一样，皮给这样皮呀。没唔共用，偏细的皮卡盆再更薄一点点，给馅料做唔得太多，然后它没用开菜，是用芹菜、芹菜，对，芹菜这样子。那因为除了这个作为什么常备食物有没有？它其实也算是一个亲子活动啦。然后就是说，因为因为我们小时候啊。中午得大天哦，不能，你电脑不能打得太凶啊。他说啊，你总是念书啊，干嘛的？你家里总是要有一些一起做的活动嘛，对不对？想说啊，就增进彼此的感情。爸爸就想说啊，某事情中没来，假日的时候花一个早上，包水饺、包水饺、包馄饨、包什么虾卷，以前还包什么炊包。哇，没有包吹包哦，六配十的种啊，种，六配十种，对，哇，以前没有做过六配半，七家做，哇，真劲下家呢，嘿啊，能路卡路边啊，贵路卡人路穷下来做，穷下来做，因为边做边包边看电视，这个家庭活动很不错呢。